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杂志》AM 新闻，我是嘉豪。基泰建设伫咧台北大直的工地出问题，海边啊人家厝规栋起起，到当时第6天咯。今早起呢有开放较严重的25户，会当入去建筑部款一寡物件出来。今麦机关也别讲这监测数据，讲9月初1数据就出问题，而且有提供予工地现场的资金。即期这基泰建设早就知影这工地有问题，所以拢唔停工。那外界上界关注的就是这安置费用。台北市政府表示讲，基泰建设伫12下晡有甲1亿汇到市政府的指定口座，不过也未和法务部签信托契约。民众伫安全部赶紧将物件放落塞车内底，内底人家厝入去，到达已经第6天。台北市建管处宣布，现场目前相对稳定。为早起10点半开始，住户会当伫专业技术陪同之下，等去厝里摕物件，一体是20分钟，一概限制2户入去。生活用具，他必备的身份证、ID 都在里头。20分钟太短吗？啊，20分钟当然太短嘛！你们赶快反应，莫名其妙嘛。部分的民众反映讲，敢若互因20分钟的时间，而且敢若当入去3届，实在是伤赶。市府统计，到下晡2点，25户拢已经有入去头一届。第2梯次是3点半，那第3梯是13早起。其实我们是跟时间赛跑，这个要请所有的住户理解跟谅解建筑物，不但倾斜位在一个相对软弱的这个地区。内地人家厝入去的案件持续炭烧，有议员也出来讲，监测数据的公司基泰9月初1就已经提供监测各样的通知单。互基泰代地建案工地现场的主任，这个基泰早就知影工地有问题，煞无停工。显然，基泰在接到这一份报告、这一个警戒单的时候，毫无作为，并没有停工。一大是直接跟基泰说，报告的状况是有点糟。副市长李树川表示，判定的所有资料拢会透过政风处移送检调单位鉴定，确定敢是有违法，甲违反公共安全。若当日基泰建设，阁要提供1亿来救灾，煞无如期汇款。基泰伫12搁发新闻稿回应讲，已经请律师联络台北市府处理信托，绝对无会提责任。市府是希望说站在维护市民的权利的立场，先把钱汇到市府的账户去，基泰这边就配合办理，后续信托的细节再慢慢来协商。台北市政府嘛证实，基泰已经伫12下晡，甲1亿汇入去市府指定的口座。不过，基泰建设甲台北市法务局也未签信托的契约。记者综合报道。基泰建设伫咧台北大直的这个建案，甲这人的人家厝创甲起起，机关单位军就质疑讲，这建商会遐尔无要无紧，就是因为基泰建设有靠山，包含这市政府顾问孙伟志是基泰董事会的专案顾问，前经政署的副署长刘碧良，伊也是基泰的副董事长，对咧质疑讲，就是有这个人伫甲因暗号。市长蒋万安也强调讲，若准有违法，一切拢会严办。基泰建设因为时间不当，造成地地街民家厝起倒，民众有厝无法度登记，机关整体建商会无惊半人，就是因为基泰伫市府调中有人。基泰董事会专案顾问孙伟志，现任经历就是台北市政府顾问。为什么基泰敢这么大尾，比市长还大尾？第一时间没有到现场，还敢挂李世川的电话，不接电话，不就是因为仗势着朝中有人吗？不就是市政顾问吗？我想没有所谓的这个门神什么内神，这个通外鬼，这个对我们的市府的同仁说实在也是不公平。但关起底，孙伟志除了是北市府现任市政顾问，也兼潘石开发公司董事长，需要办到各式跨过5路餐饮甲饭店。那今年初退休的前经政署副署长刘碧良目前挂名基泰副董事长，2个人互市官点名是基泰门神。您拨的电话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记者实际打电话互2个人甲旗下公司无法度取得联系，也毋过对门神的讲法，市长蒋万安表示，若有违法事情，一定依法就办。如果有任何违法事证，我们一定依法就办。我在乎的是灾民的眼泪，不是建商的眼泪。蒋万安也强调，要求基泰面对负起责任。对感受有官员涉嫌道理，北检已经召开专案会议，会同廉政署北区调查组启动侦办，为着尽速保全事情厘清案情，无排除最近执行必要的搜索保全动作，佮约谈相关官员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是起厝害着边仔，伫咧旧年高雄自强一路有一个建案害边仔7户的透天厝规起起，这建商是有含一寡住户达成和解，不过对今年2月开始呢，这建商就跳票，本地讲好势租金补贴也拢无，即马定起进度也拢无半片。围楼拆掉了后的空地啊，是放真侪钢筋，不过煞无咧动工。高雄自强一路83巷的巷仔口，这个建案去年3月底，因为地下工程的疏失，加上是沙地，历史路口放弃。8月中，又因为附近的巷仔放弃，伫巷仔边的7户嘛受到牵连，厝起起，壁嘛离开，互判定是围楼拆掉。其中6户甲建商达成和解，由建商重启，不过到达1年过啊，所以未动工。我们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盖好房子，然后现在已经让他的工地复工，然后我们的房子也都没有盖，那我们是不是就一直在外面要自己租房子在外面，然后我们相对的我们的负担就会变得很大。看到害厝红贴的建案已经复工，家己还搁伫咧外口税厝，加上建商原本答应讲会负担2年税厝的费用，不过受灾户从今年2、3月开始，都无搁收到租金的补偿。建商讲会分期嘛无影无食，批评建商无信用。建商讲目前是以中建的工课为主。营造申请好了，营造厂商也给他定金，准备开始了。安全的问题，承载的部分，现在一个洞在那边，另外一边不能再挖，会继续坍塌。建商强调讲，因为考虑安全，都要等建案的结构完成，才当挖地基。不过工地附近是爱河，会甲电楼、烤楼、甲地基稳定等等的问题有关系。无法度预估完工的时间，会争取伫114年6月进前完工。工务局嘛表示，双方目前已经以顺利办法完成和解，甲提准金作业的程序。和解户呢，目前已委托建筑师办理建造及开工在案，提存户呢，则在申办围老重建程序中。工务局表示，双方后续若是有争议，应该依司法的程序来处理。就算建商讲会赶紧动工，不过租金的补偿、向各方面登记等等的情形，互受灾户是真恶阁相信建商。伊嘛按算伫13要招受灾户讨论后续处理的事项。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伫今日发布2024总统立委选举公告，宣告明年1月13是投票日，预估选举人数会有1950万人。正副总统参选人会当由政党推荐或者是联署来申请登记，这联署的人数要超过289667个人。中选会是搁再强调，要独立参选的各代面阵营所提出的电子联署这款方式是袂当的，而且这联署书要符合法规。会当受理。答出2024正副总统甲立委大选公告，中选会宣布投票日是1月13，有估选举人数大约1950万人，其中1028000人是头一摆投票。那正副总统参选人会当经过政党推荐，也是联署申请登记，底限是289667人。中选会表示，联署书继续爱符合法规，无接受妨害创办人郭台铭阵营提出的电子联署。身份证是或者是用影印啊，或者是用扫描，要服贴在我们的表格上面，这个就是法律的规定。这几天呢，都在密集的跟厂商开会，去租全国各地的场地，然后雇用人力来驻我们的全国联署站点。我们要回归到最传统纸本的方式。传出郭台铭会伫9月14举行中华记者会宣布复出了后，佮到中选会中期，不过就爱看在亚整合进度内定。那同一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启程出访美国8日，规划访问纽约纽特西华府旧金山，举办市场调研，也会拜会 ATI 共和国国会机关，各地布鲁金斯还会发表演讲。海洛西或者是麦卡锡吗？整个规划都在选办进行当中。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举行第一场各种环境发表会，公布0到22岁投资未来世界3阶段政见，包括提升使用幼儿送托者的补助，落实高中基本学费，经济政策信心适应价，完成上加工资法立法，加推动囤房税2.0。我们会提出0到6岁国家一起养2.0，6到18岁提出5个方案，来成就多元均优的教育环境，18岁到22岁来投资高等及技职教育。会不会担心高虹安冲击你的选情？
另外，民众党郭文地受邀出席台湾美国商会午餐会发表演讲，并无接受访问外界质疑。民众党连续表出党籍干部年乌政绩，党秘书长就台地请示郭文地13会召开记者会，成立外部第三方平台，互党外会当列名举报党公职的不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超市的进口卵，搁再逼出争议啊！农业部防检署之前有公布，这个巴西进口鸡卵上晚的一批是5月30上旬，不过台湾却出现保存期限到10月的巴西鸡卵。台农一开始是承认讲这一期打唔对，不过这食药署去查了后，认为无过期会当继续卖。农业局也讲，这市面上的巴西鸡卵效期是到9月底，目前是无过期的问题。超市进口卵争议不断，农业粉专恁卖好油，伫面册标项农业部防检署日前表示，巴西鸡卵上晚是5月30日准，不过前几日煞有巴西卵伫个架仔顶，制作日期是9月初6，保存期限是10月初5，怀疑进口鸡卵保存期限敢会当超过4个月。标项所讲的大农卵品，负责人讲，水卵、精卵拢照规定办理。这批卵是日期5票，已经主动回收。这卵完全符合着需要素的规定，和进口的日期不符，这是我的疏忽对消费者发一个失礼安尼。社署嘛讲，在已经和地方卫生局去大农卵品稽查，发现标示的有效日期和原厂规定袂合，依法会当罚4万到400万，嘛叫业者随时回收。不过因为有效期限也未过期。等日期改成了后，就会当搁摆去货架顶。那这一批产品，我们看到它的制造日期是今年的5月27号，有效日期是到今年的9月24号，所以从这2张手板就可以比对出来，这个标示的有效日期显然是不符。农业部讲，有效期限是照巴西来原厂标示，经过巴西来原厂评估，运输过程全程冷链。而且包装完整，有做喷膜处理，所以期限会使到4个月。经过清查，最后一批有效期限分别是9月24、25、27。市面上发现10月初5的是最后一批巴西卵，虽然标示错，也毋过拢也未过期。现在目前市面上的所有的巴西鸡蛋都是合格安全，在有效期间之内。不过进口卵税境的效期和国产卵同款，效期拢1个月，引起外界质疑。农业部澄清，进口卵经过税境了的有效日期，完全照原来来源牧场的有效期限为主。另外，未来法规是毋是需要检讨调整，会可按食药署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家庭看护移工的申请标准，敢会当放领？莫搁再用这个巴士量表做认定咧。今下晡卫福部和劳动部开会，要邀请中照服务者、失智症、身障3大族群的民间团体做伙来讨论。未来偏用这巴士量表用手册就会当申请外籍看护。不过民间团体也伫咧烦恼讲，这外籍看护若像安尼开放落去，因可能会经工课，地区较歹照顾的患者，真有可能会找袂到看护。卫福部甲劳动部召开放领评估外籍家庭看护免评多元管道咨询会议，嘛邀请失智症、身心障碍、甲罕见疾病等等相关的民间团体去卫福部开会。未来亲像是轻度失智等等的3大族群，申请外籍看护会当毋免巴士量表评估。对于肢体障碍或者是罕病，它本来有一些病症的限制哈，像肢体障碍就限定在运动神经元或巴金森氏症这2类的疾病。那我们这次也把这个放宽。放领申请条件的有3大族群，包括使用长照服务超过半年以上，经过精神科医师诊断是轻度失智症的患者，也有身心障碍重度以上。机体甲罕见疾病、无罕病症嘛包括在内，统计差不多有60万人受惠。卫福部长许水源认为讲，无用巴氏量表评估，好处是病人毋免阁去看一个医生，只要有诊断证明、身心障碍手册，阁有符合规范，就会当申请外籍家庭看护。毋过外界烦恼讲，条件若是放领，恐惊会互极重度障碍或者是失智症的家庭，阁较好找到看护。
外籍看护他也是劳工，他也有劳动权，所以他会选择比如说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最需要照顾或是家庭状况最不好、环境最不好的案家，反而是他们最不想要过去的。失智症的这个特性还有相关的症状比较特殊，相对来讲，我们在轻度的时候就会面临到走失，它的安全、居家安全，我们认为轻度家庭的确也还是可能会有这样子全日型照顾的需要。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今年7月扣除4年的移工，台湾实际聘雇外籍看护，嘛比疫情进前减26000人。有雇主团体认为讲，目的无伫巴士量表，是移工的来源上少。包括新加坡啦、香港啊、日本啊、韩国，光是在亚洲，他们的劳动力引进国就已经不是像台湾只有3个国家，一定要先去多开发一些劳动力的引进国。目前申请巴士量表，上紧3天就会当摕到。不过，若是聘雇外籍看护，上紧就要等半年。民间团体认为讲，除了放定申请的条件，制度一定要有配套，才会当互真正有需求的人使用会到。记者综合报道。满满拢是烂土的饲鸡场，鸡仔一只一只为鸡寮内底清出来。伫水上乡的客务场业者讲，即届大雨的水因为落米悬，造成设备害去，死去的鸡仔都6万只，损失惨重。6万只的话，一只400块的话，大概是240万嘛。所有的电器设备大概要2000万，那合计的话，包括洗选淡季的话，大概应该损失6000万以上。除了客务业的损失，中部乡嘛有农民种的木瓜，互大水全部冲到海去。农民讲，第一届拄到遮大阵的雨，原本会当收的木瓜，即马全部拢乌有去，损失要40万。有很多地方其实过去从来不会淹水，这一次因为强降雨的关系都整个的淹水都蛮严重的。下尾迄区5栋啦，这区顶年大啊，顶年大。只种多要好收尔，就留伊啊。为了了解农民的损失，嘉义县政府12早时到灾区现场会勘，农业处表示，目前初步统计农业损失大约是2500万，有且各单位继续统计，县府会向中央争取天然灾害救助，补贴农民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这营养午餐，搁再出问题啊！这台北大学的辟湖国小，这营养午餐内面有学生去食到注射的针，家在讲伊随食到就随配出来。学校和教育局也证实讲，确实是有这款的情形。学校也会甲这业者违规部分记8点，而且甲因罚1,000,000块。盘顶有几项菜，这是今年6月14日，台北市大学3间国小的营养午餐。结果传出，东港有校的高年级学生食咖喱炖猪肉，说食到金属做的注射针筒。先放到嘴巴的时候呢，然后就发现有异物，然后就拿出来，所以是小朋友当天是没有吃到，也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送医的情形。我们也有进行一些检讨的会议。供应午餐的碧湖国小，嘛有供餐予附近的明湖和康宁国小。事发当时是明湖国小学生食到针筒，加在检查了。暂时无健康状况，校方嘛随时向家长说明，业者出面核实的，讲会叫供应商赔偿。生长过程中都需要打一些预防针啊，或者之类等等，针头断在里面。轻度散热器如果没有察觉出来，到团膳公司这里其实真的很难察觉。要求他们需要更加谨慎，我们对于异物的挑拣，其实也会更加的留意。产业工会讲，这种情形真难得看到。未来要求各厂商好好注意检查。北市教育局讲，针筒和造假境的技师寸草无相像，怀疑是原物料出问题，已经通报卫生局等单位做调查。校嘛甲营养午餐业者记8点，罚16000块。CAS 符合的厂商所以在源头部分呢，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卫生局相关的通报单位，把上游管理部分呢也向上反映。另外，教育部嘛讲，112下年度会加重午餐客约处罚，重大缺失记点，累计10大点处罚停餐上少1礼拜，罚款嘛会增加。违规累计细点加大点成立，达到50点，就会当终止合约。希望会当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影响学生的食安。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后里马场的马这3年瓜已经死9只，其他也活咧出现这营养不良的状况。机关就积极讲这营运厂商照顾出问题。不过台中市管理局就解释讲，一寡马年岁拢真大，大部分拢是自然死亡，厂商无照顾了无妥当的问题。工作人员详细清洗马仔了后，也阁要补充食物，看起来照顾并无凊彩。台中后里马场活3年外来，原本的26只马已经有9只死亡，也活着的也有营养不良的状况，有议员质疑营运厂商照顾出问题。委外由民间来管理，那造成呢市有的25匹马，其中呢有9匹死亡，那剩余的呢有营养不良的现况。议员也质疑市府将后里马场甲会武馆为2020年规划，当年收益有246.5万，也毋过管理局也爱编列辅导管理费441.2万，根本就是了钱。台中市管理局表示，迄当时点购的26只马，平均年纪是19岁，已经属于高龄马，死亡中的7只是自然老死，另外2只是破病死亡，无照顾无好。马匹呢，16岁以后就是老龄马。目前后里马场的马匹平均寿命约19.1岁，那因为营养吸收不佳，造成马匹的体型偏瘦。那平常每天都要给它洗澡1次啊，那照顾都相当不错的。厂商强调，除了马仔逐工固定时间放出来，一工食4顿，除了饲木薯块，也有加营养品。伫今年的2月已经改善通过评鉴，无照顾无好。也毋过动保团体表示，今年4月去现勘，也是有不少问题要改善。每个礼拜会让马匹运动1次，然后可是这其实是远远不足的。那它至少要让马匹运动1天1次。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它的放牧区也有这种就是遮蔽不足的情况。动保团体表示，厂商受限人力甲专业不足，建议市府应该加强监督甲提供资源，搁邀集专家，搁一摆会勘建立改善机制，才会当保护动物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在2001年9月11日早起发生911恐怖攻击事件，美国总统拜登虽然因为行程关系无出席纪念活动，不过伊也表示讲，美国袂甲911恐怖事件的攻击放袂记。Today, we've had a national tragedy. 2 airplanes have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民众3步走2步走，赶要离开现场。美国911事件到今已经22年啊。两年介达组织威胁飞轮机击落纽约世贸双塔甲5角大厦，惊人的画面到今互印象还阁真深。11纽约甲美国各地举办几啊场纪念活动。伫曼哈顿911纪念馆举行的追悼仪式，家属一个一个念出2977个罹难者的名，心内悲痛是无法度放袂记的。22 years ago seems like yesterday. There are no words. You are and always will be our tower of strength. We love you, Mom and Dad. 美国副总统甲纽约前任甲现任的市长拢有参加这个追悼活动。总统拜登伫出访要转来时阵，伫阿拉斯加美军基地发表演说。强调讲，永远都袂甲911事件放互袂记哩。就算甲阿富汗20年的战争已经结束，美国也是挂保证，袂停止防范者针对美国或者是对方名誉的攻击。We never forget each of us, each of those precious lives stolen too soon when evil attacked. Ground Zero in New York. 911事件迄当阵拢总有4只飞轮机受到威胁，3只启动重要的建筑物。第4只伫宾州的郊区摔落来，飞轮机顶无人活的。这场恐怖攻击，大部分的罹难者拢是百姓，大楼倒去产生有毒的物质，嘛致使附近的居民破病人艰苦。了后，美国随发动反恐战争，这嘛改变全球政局的模样。国际新闻牛眼编译。英国警方查到2名英国籍的国会研究员涉嫌替中国伫咧收集情报，其中一个高捌做过机关交流平台中国研究小组的主任，不过中国确实唔承认有间谍伫咧英国。英国国会表出强谍案，根据英国媒体报道，2个英国籍的国会研究员涉嫌在职的时阵替北京当局试探情报，今年3月被抓起来。其中一个人是捌做议员交流平台中国研究小组的主任凯希，今年28岁。就算凯希透过律师发声明，讲伊是清白的，
不过，伊伫政治社交圈是真活跳。消息一个出来，是受到英国政坛的讨论。The whole House is rightly appalled about reports of espionage in this building. The sanctity of this place must be protected, and the right of members to speak their minds without fear or sanction must be maintained. 英国首相苏纳克前日伫G20峰会场边，都当面甲中国总理李强表达抗议。不过，中国是否认伫英国做间谍活动？所谓中方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学者指出，中国透过各种的管道甲手段，伫西方收集情报，早就有风声。虽然无一定会当得到机密的资讯，不过甲政治人物熟悉，就会当优说引导相关的政策，对北京采取较好的态度，以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来发挥影响力。譬如说提供错误的讯息，然后误导他们的研究或者是立法的方向等等。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中国的渗透或者情报收集是无孔不入的啊。它不单单只是华人，它可能英国人也会被收买。因为咱国最近甲英国国会真正有互动，咱国外交部指出，开始唔捌受到邀请来访问台湾，嘛无接触到咱国高层的记录。外交部对于重要访宾的邀请，以及在台拜会的对象，以及听取简报的内容，都有一套严谨的评估机制，而政府国安单位之间相关的横向联系也非常的密切。外交部强调讲，外国的国际两化学者来台湾拜会政府机关、甲国安单位进前，拢会经过严格审核，以防中国各趁机会来渗透。记者综合报道。管局前组长刘冠军20多年前管理国安秘密考组的时阵，涉嫌侵占公款1亿9千万，这刮钱摕来买厝，也摕去买股票。私人分数表示讲，包含股票、股利和查扣存款等等呢，有价1亿5千多万讨倒转来，已经讨99.5%转来啊。被总杂草摊西外管真垃圾，国安局前组长刘冠军当初开1000万买一栋厝，登记伫家后的名，即马在经互没收。只要7年顶定数完毕了后，执行署都会还伊拍卖，因为用公家钱来买厝。买厝这笔钱只是侵占的一小部分。刘冠军20多年前管理国安秘小，私吞公款约2亿，买厝、买珠宝、买股票，持有90万股联电、46万股华邦电、9万万股文心。迄当时，佮较用每股50块买8张台积电，即马全部拢互兑回。当初我们卖了4档股票，大概都高于那个市场的行情价。然后，尤其台积电当时卖掉，就是一股大概卖了520多元。那总共合计起来，总共争取了1亿5300多万余元。股票换算现代，加上股利存款等等，兑回金额达到99.5%。只是刘冠军还函了无偌久，就早外交机密文件，洪天东洋免得专案涉嫌走去兑换。刘某目前就是由本署人持续通缉中，就是因为贪污治罪条例通缉中。为2000年逃走了后，刘冠军因为涉嫌贪污互通缉，去年国互高检署以盗窃罪嫌发布通缉，多蒙20多年排真侪条罪名，检方要继续侦办，也毋过伊目前伫什么所在行踪犹原毋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日发布2年1摆的国防报告书，其中也写到美军伫咧西太平洋部署的军力，连中国也未成军的第3架航空母舰福建号也特别表示警戒，受到外界关注。另外，中共的山东号出现伫咧鹅銮鼻外海，国军认为这山东号有真济是受到限制，而且伊的规格属美国的航空母舰是输添添，这航空战力无讲介完整。中共制造科学紧张，国防部昨日发布2年1摆的国防报告书。国军秉持防卫高手重战系组，就启动深化机关，强化防卫作战韧性，结合全面防卫总力，透过远距制敌甲重战防卫，头一摆推出有效策，命名为汉光1号演习。台湾会伫第一岛链国防报告书指出，伫美军的印太防卫态势，台湾扮演重要关键位置。甲2年前报告书比，中共对台威胁频繁增加，国军积极准备机动小型人会当炸甲 AI 武器装备。报告书列出美日韩东南亚等国对中共采取措施，甲印太地区飞弹竞赛，美军伫西太平洋国际地部署，中共飞弹打击返回甲沿海机场扩建，参对台认知作战等。那国军推动1年义务役，强
强化后备改革会到底城乡组建。我们是在义务役系的调整以及后备精进改革这方面，我们是专章的论述啊，还有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对称作战啊这部分，我们也做了一些详细的叙述。过去我们因为想定就是说，海岸线是已经算是最后一关了。乌克兰战争哈，那么所给予的一些启示哈，大家还是可以用这个像这种标枪飞弹呐。学者表示，中共发动围台军演了后，台海作战无前后之分，针对强军加大扰台力度。中共第2架航母山东号出现伫咱国俄罗斯东南方60里外海。国军分析山东号航空打击战力也无完整，咱国也推动各人各做反制。第一个，它不具备足够的海上直管范围。第二个，它起降飞机载弹量也受限，油量也受限。潜舰国造的部分，现在目前的进度都是很正常而且很顺利的。那我们后续会按照我们作战测评的需求，再来做一个整体的考量。阿未成军的中共第3架航母福建号也特别伫报告书表示，国防部表示代表强军会向远洋作战，福建号会乘做重大海上威胁。另外，攻击无顾到海峡中线背靠咱国东边航厦区长距离飞行压缩训练方式。国防部表示，中共各型机的形态变组，拢有详细分析障碍意图。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有讲到，中国最近因为经济问题，可能无再调入侵台湾。不过，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说是无认同，因为主席盖拉格就表示，台海是伫咧高度危险的时刻，指控制是总统大选的时阵会更加危险。最近就要阻止这战争发生，美国政府也要随时做准备。另外，美国的智库也指出讲，中国当咧研究要用这生成式 AI 影响各界对台湾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讲到台海局势，伊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中国经济无安定，可能无能力入侵台湾。我中意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的看法无同，伊认为习近平最近几两摆讲限战，敢若是咧准备烧战。台海处于高度危险时刻，2024台湾总统大选了后，局势特别危险。第二目标要合作防止战争发生。Over Taiwan would be catastrophically destructive. Making a deterrence by denial strategy work, preventing World War III is, I think, the near-term objective that needs to animate most of what we do in Washington, D.C. We have not done enough with regard to equipping Taiwan in deterring military force by the CCP. 民主党的克里斯特穆希和共和党的盖拉格看法相像，伊提出警告，美国若是政府失灵，可能促使北京对台动武，所以要做好准备。另外，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嘛讲，中国后一个目标是台湾2024的总统选举。中国正在研究运用新形式 AI 操控各界对台湾的看法。第四有没有可能是不是这一个政治人物讲的话？但是他透过 AI 的或者我们讲深伪的技术或者 AI 的技术，去把它做一些捏造。林允又讲，中国伫舆论战已经大量使用假信息这手段，近来新形式 AI 工具，国家会当塑造出特别意见来观点。美国军事新闻网报道讲，兰德研究人员表示，虽然伊无确实的资讯讲台湾会变做主要的目标，不过假信息变甲较会互相信，对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2000多例天狗的个案，其中有3例死亡。今年到达已经有6400多例本土病例咯。疾管署表示，讲受到当年这气候雨水量，也佮有慢性病状况无共款，推测这10月底会来到高峰，无排除会超过1万例。化学兵全副武装，分几个路线来回消毒，因为本土天狗热的疫情持续野悬。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2127例本土病例，还有3例是本土天狗热死亡的个案，拢住伫台南市，年岁伫40多岁到70多岁，拢是男性，3个人有潜在疾病，其中1个40多岁查甫人，为发病到死亡敢若1天，累计今年因为本土天狗热死亡的已经有9例。他在发病被诊断之后住院，但是就因为他本身的一些慢性疾病造成他心脏的问题就过世。
因为目前本土天狗热的疫情，还是以台南市上济。今年以来，累计已经有5760例。不过，顶一日台南市教育局发公文通知学校，校园内底若是去用查到天狗热阳性的资生员，也有教职员或者是学生去画到天狗热，遇到了后确认伫学校内底画到的，相关的人员都要处分。针对这点，教育局长是出来驳回。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太严厉，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是把那个行政惩处当作主要目的。基本上，我们到时候也会看学校是不是确实去落实。早上7点40开始打扫，我们的老师就带着学生第一线去做所有的知青的工作。那8点扫地结束以后，我们就会带着主任全校再巡视一遍。到目前为止，国内本土天狗热的病例已经有6464例，是10年来第2悬。疾管署表示，受到每一年气候甲降雨量，还有慢性疾病情形无共款，按算10月底时阵会到高峰。无排除会超过1万例，已经有要求各间病院，甲天狗热的病人以症状严重的程度分做 A、B、C 3级，启动就医分级收治，避免病院的患者伤济，影响到医疗量能。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天狗热已经是愈来愈严重，部分的里也出现群聚感染。今日中央有派化学兵去支援，而且高雄也已经出现天狗热病毒第3型，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化学兵装备齐全，摕到机器，伫器出内底全药消毒。高雄市已经连续3天新增加2位数天狗热病患，到12中昼累计243例。中央紧急派国军支援，出动30名化学兵，来到疫情较严重的里全药啊。目前全市累计共有243例的登革热本土个案，发现有第1型、第2型以及境外入第3型的病毒，可能造成感染后的重症风险。感谢中央在收到高雄市的申请后，立即由陆军第8军团指派化学兵弟兄协同作战。热天搁爱穿防护衫，化学兵每一个人大粒汗、小粒汗。其中5位化学兵来到南马溪农村里支援，因为里内有1位确诊案例，当中280户爱消毒。因为疫情严重，有人的厝顶礼拜已经喷过，这礼拜又搁来喷，民众真困扰，不过嘛是爱配合。这是大家一定拢爱喷啊，因为你敢若喷1间无效啊，1、2间无效啊，你若无伫厝的，迄就爱强制啊。强制家拍开啊，你要喷啊，无落实啊。今天就是因为大家都大扫荡，所以就我们的里就全部每条巷子都在喷。自己家园自己守护，然后把积水容器给它清除掉。高雄爱特别注意的是天狗热拢做4型病毒，因为新增加1位境外病例是第3型病毒。到今高雄已经有3型的病毒，若是中和感染会真危险。记者钟义辉、柯昭勇高雄报道。新竹县五美湖顶个月发生有人生 SUP 徛船刷渡水死亡意外，管理单位宣布禁止水上活动，却引起台湾开放水协联盟的不满，因是批评讲要针对问题找出方法，不是全面禁止。徛在 SUP 顶悬发水协改严，顶个月新竹五美湖发生各船渡水死亡的意外，相关单位宣布要封闭五美湖水协，禁止水上活动。引起民间团体不满。县政府没有经过任何科学的认证，没有任何科学的管理，然后就禁止，因为有1个人的意外，说这是违水利，这完全是我们的管理单位怠忽职守。既然说是申请制，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假门，就是明明有申请制，但是就是不让你过。相关单位解释，并无全面禁止，是采用申请制度，只要通过申请符合安全措施的核准。峨眉湖这一边，是没有所谓的一个全面禁止这个法令，我们一直都是说是经过申请开放，然后我们审核相关的一个使用的水域范围跟安全措施后，我们就会来核准了。五美湖的管理单位龙田水利署表示，五美湖面积有135公顷，水上活动有一定性的危险，目前已经设置水协危险告示牌提醒，所来来检讨相关规定。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南市政府颁发台南文化奖，今年由资深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张良德得奖。伊唔但是整理台湾文学作品的头一人，也是创办全台湾头一个台湾文学家。
强要是把这几世人的心血拢奉献给台湾文学，就是希望保留这作家对这块土地爱和记忆。台南市政府伫9月12日宣布第12届的台南文化奖遴选结果，这届是由资深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张良德得奖。台南市政府按算出时间举行颁奖典礼，张良德和外界合作台湾文学的守护者，伊伫台湾文学的教育领域打拼超过半世纪，用心收集保存济台湾文学的文献资料和作家手稿。食老得到这个奖哦。真安慰啦！这个一生这个打拼有受到人的肯定啊！张老师他从1970年任教于成大中文系开始大概在这将近这个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他不断的在做台湾文学的推广，他甚至于还独立创刊《老人文学丛刊》，关注一个其实在当代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张良德伫1939年出世，今年85岁，是整理台湾文学作家专辑的第一人。1970年开始伫成大中文系教册，推广整理和用贵等等台湾文学家的作品。伊过去伫白色恐怖时期，因为提倡乡土文学，和国民党政府列作黑名单。1978年不得已离开台湾去到日本，一直到1992年黑名单解除，才通回来台湾。然后1997年伫真理大学创立全台湾第一个台湾文学系。恁这拢是。这用中文写的，拢叫做中国文学。台湾的作家毋捌踏到中国的土地啦。我不但整理前辈的作品，而且要争取台湾文学的地位，成立一个台湾文学系啊，就是表示政府有肯定，教育部有肯定。虽然是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的创办人，也不是台湾文学资料馆的名誉馆长，但是2020年年底，校方作家换说，甲伊规世人收集的台湾文学史料去核算掉咧，互伊是感觉真伤心。但是张良德讲，也因为这件代志，互伊改变想法。伊认为台湾文学的历史文献收藏一定要透过国家的力量去推动，希望台湾文学国家园区会当顺利成立。记者卢尚书、李成武、曾俊佑台北台南报道。台南大学对2017年研发 AI 台语人机强学，这套新科技建立的台语英语语音辨识，未来会当运用伫咧台语课程，互囡仔学母语，也会当学着英语。我要去灶骹泡茶。I'm going to the kitchen to make tea. 学生读课本的记句，毋免1秒钟，系统马上就甲翻做英语啊！毋敢若学课本的知识尔，佮提供予学生自由练习的空间。不论讲台语也是英语，拢会使互相做翻译。台南大学向国科会申请3合计划，佮参出版社合作，三级讨论对囡仔学母语上好的模式。2017年研发 AI 台语人机强学教单，头一届伫台湾做发表来体验的学生，拢讲足心笑。感觉最新奇的系统嘛是就准确。我的 AFN 学到很多东西，用到电脑这些东西很厉害。学习这个本土语啊，伊其实上欠缺的是练习的部分。台南大学伫发展这个 AI 技术的时阵，阮就甲伊合作，囡仔会当倒去厝里，会当有一个跟 AI 电脑互相互动。这个新科技的核心技术主要是美国并且有开放开源软体。目前因规划要运用伫咧各中小的台语课程，互囡仔学母语兼学英语，佮会当学到 AI 语言。今年迄段期间，引起美国、韩国做测试，嘛有侪外国人真有兴趣。台南大学教授指出，讲台语翻做英语，成功率将近90%。技术是美国脸书的开源软体，伊受咱台湾家的语料库，伊训练一个足好的模型，所以咱若一般的话来甲伊讲，伊拢会当辨识了袂歹。教授甲研发团队拢因为对这片土地基本有感情，并且用科技推上母语，嘛提供予外国人用英语翻成台语来学习。因上大愿望就是要予全世界拢有机会学到台语。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
瑞典这个国家对2017年开始特别注重这科技产品的运用，不过国小学生平均阅读和理解这个成绩却是规个切落来。也因为安尼生，因为政府决定要拨6000万欧元买册，这教育部长也主张讲，袂当对6岁以下囡仔所违法教学。欧洲国家的中小学教育最近几年增加教育科技产品，瑞典就连幼儿园拢有老师使用平板电脑教学。不过，瑞典小学4年学生伫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的测试平均成绩，刷过2016年的555分，降到2021年的514分。对此，教育部长爱德霍姆将指头指向过度瓦靠电脑甲平板。今年9月开始的新学年，有一寡学校就开始限制科技教育产品的使用时间，佮回归传统纸笔写的模式。And I think students should not use tablets for writing when they are under the age of maybe 10 years, because I think pupils need time to develop a handwriting, and they need time to do that and practice and do exercise handwriting. Writing on a computer, then you feel like this, and then you can't get like this handwriting. It gets worse handwriting. 教育部也大手笔宣布一项价值6000万欧元的图书采购计划，未来2年，当年也阁会投入4000万欧元经费买传统的册本。澳洲墨尔本蒙纳士大学教育系过去25年努力研究学校数位科技融合的专家，认为瑞典政府的转变只是政治考量。But I think this ban is calculated. It's a popular thing to do with older voters that are worried about, the general modernisation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re's moral panics over, too much technology in all of our lives. And it's also a popular move with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It's a neat way of signalling a commitment to traditional values, going back to basics. So in some ways, I think it's opportune and it is politically motivated. 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注意到这个问题。8月公布的一份报告，就紧急呼吁各国在教育领域中妥善运用科技，要注意互中小学具备就业条件，更加要注意唔通互科技取代以教师为主导面对面的教学方式。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4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0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